征得皇帝同房路承认。皇帝啊，你肉西银还拿出来个，肉西银拿出来后长的一天时间。查经的你到底年纪小，晓得自家贵妃亚国人亚奴之间没啥个加倍之心的，为子娘娘亚高兴，我来告诉亚，不晓得拿去告诉参谋公们，我讲皇帝搿条命算了搿浪去的。参谋公立刻进退两难，理公不理封信要理查犯，到底查犯还是不查犯？不查犯，理公非礼服刑，砰！地旁小开，满门抄斩。查犯吧，于心不安。皇帝是女婿呀，打帮同去商量，所以一回一回写不错了。有辰光呢是治了浪，皇帝呢真的16年，立下叫起手一心，一回一回乖乖相处，搿条命错脱个。参谋公旁边之帮同两桩要紧事体，帮同立案角色，一个苗头，嘿嘿，今朝对我有利。那么这个对我有利的事体不能接要漏个啊！师傅，好徒弟啊，有什么事情要与徒儿商量？师傅啊，师傅，商量两字实不敢当啊！师傅，讲就是了啊！好徒弟啊！我那好贤婿非是旁人，乃是当朝天子一国之君朱厚照啊！这个姥姥的啥人？皇帝呀！帮同阿哈，嘿嘿，非得不好，心里想搞你狠。昏君啊昏君，本人当得高小别去搞你。你王公想搞这部机器了，为当小小的帮同来他死没？好，皇帝
一样高的，我还要弄来杀。师傅啊，师傅，对不起啊！虽然讲你对我好，没办法，我要报仇。我今朝这个良心，只好忙成旮旯子底下去移一移了。呵呵，我让我昏君杀了给他擦家场，我拍拍屁股又走高飞，擦家场满门抄斩。心里这样想，把露出来个，露出来师傅先容可杀。哦，恭喜师傅，当朝天子乃是乘龙快婿啊！好徒弟啊！今日封贵妃，为师一把问上臣。今天你被封为贵妃娘娘，为师也是当朝的国丈了。嘿嘿，非要高兴的特子。贵妃呢？昏君为了让你是贵妃，昏君死他，贵妃废他，连国丈当不上的。恭喜师傅，当朝国丈是美贵妃娘啊娘！好徒弟啊，为师可不会忘了你呀。这天临他非随根系，体好意，保护你今里吃不生门君，扬眉透气，正门定人大将来，起勾名门美妻君人，风长风只要今天在万岁跟前替你美言几句啊，有朝一日上金殿办圣驾，有了钱有了权，再找一个名门之后有钱有势的千金做老婆嘛啊！想那个不错，我去办昏君是我的心的，我去办了你啊，对啊不要的，哼！再去他一个高兴，别了，我死他差金殿，我一个不要，吃了去没去，爱人得做一个，你这个是，不是这个是，呵呵，我要报仇，我必要杀昏君，高兴不特别紧啊，杀他昏君，我想过了，你到门门抄斩，我。这舞上去的，多谢师傅一番美意呀！好徒弟啊，方才那件是天大地大的喜事，可接下来这件恐怕为师就要大难临头，性命不保喽！哎呀，师傅，当朝的天子乃是乘龙快婿，有何实现你大祸临头呢？好徒弟啊，你可知道那李过没有死现在成了隆兴寺当家铁砂大师啊！他给为师来信啦。得是铁砂师心大，也为师相柔美。
他要为师与他一起造反。哎呦，我现在怎么能造反呢？女儿是贵妃，我是国丈，我要造反，岂不是造女儿女婿的反吗？是啊，可是他信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只要我回绝，就要把我以前所作所为通通当众说穿。哎呦，为师的底牌怎么能说穿呢？是啊，说穿了，蔡家庄满门抄斩，金庭他也难以做人啊。假日一配归帖子，识破了内心被神臣。万一事情败露，万岁知道金庭是强盗的女儿，怎么会看得起她呀？是啊，一旦金庭失宠，对为师也是大大的不利。记得为师否决为师左右为难呐。你是我的心腹之人，这件事儿你可得给为师拿一个主见呐。嘿嘿，帮通金大人，身上的伤不痛的，啥天？哎呀，万万想不到我帮通哪个旅个，有人帮忙的。我落到这个地步，万万想不到啥人来帮忙，西人来帮我忙的。李谷当里西特分析，那龙兴寺做和尚，现在辰光师傅来让吓，来让担心，这个事体抽办，来清爽我明白。来少生们，大家讲到杀人夫是不去咋来这个地方胖修出来。王法内到一家人家满门抄斩，那顶破就是个几三位。那么师傅啊，今朝我叫不告诉呢？为满门抄斩，与昏君唐日郎那副为满门抄斩。此狗来去死水，把到昏君门前来去打理讲出，皇帝啊，对不起。我本来么那哈，后来蒙改过人，有什么子地巴个，有什么一个屋地个，能够那高抬贵手热所之我吧，师妹得宠了海呀，来到昏君去讲，样样好讲。这个我不跟那个，这个我刚才去讲，我接我报谁报不成功，可不能。今朝不客气，我今朝要利用那师傅的杀地。师傅啥个杀地？这个我特别里想点清爽。师傅这个人四个字：偷得无义。来偷，强盗变成张子来卖满足。假如的小东的，不人家讲呢，差好人。差数人哟，那是恶心的嘞，国队轻的嘞，3两5两银子，我自由吧，要为着，为啥买一个名气？到今朝一人了，来当上之国丈，来不得了者，皇亲国戚者，你要保持自家的地位，明哲保身，所以你特别怕这个地把出版。地把抽办一切泡汤，
搿么想想师傅啊，对那不起，我要用计子，用啥个计？假刀杀人，假杀人的刀，假那师傅的刀，杀人，杀昏君。我要抽得那师傅做国上发满族，要抽得那师傅呢，要抽得那师傅做皇帝。国无儿子，一世内容很厚。你要做皇帝，必须杀昏君，昏君杀他，师妹回到我身边。你只有一个囡恩，没儿子了。将来你总要死个，你死他搿只皇位，侬个帮通的出来非常恶毒。现在表面上先让师傅信任我，信任之后才会上我的当。对，啊，师傅，好徒弟啊，本只昏君伤我一目，得我之妻，徒儿与他势不两立。哎呦，好徒弟啊，看在为师的面上，就算了吧，算了吧。是啊，是今，看在师傅当朝的国丈，师妹又是贵妃娘娘的份上，怎么样啊？以往的恩恩怨怨，就一笔勾销。好啊，这才是我的好徒弟嘛。哎，师傅啊，徒弟啊，虽然当朝天子乃是乘龙快心，我看你师傅还是要大祸临头，性命难保了啊！呸！一直好推心，定破个就是。好徒弟啊，你此话怎讲啊？师傅，徒弟啊，李公的为人，你是清楚。清楚啊。哎，师傅啊，像那李公为人深表记，他是非礼否信，在杀时机，他一封书信已明白，倘若是女妃少定，你不必要把你遗忘之事，揭露三人席，大后领队。一家花费，这个事体丑办，一家人家门门敲敲。对呀，学啥来了？师傅啊，那么师傅啊，那阿伟的女婿是皇帝，开玉门，阿伟的开玉门的，对啊对的啊。我当然讲师傅啊，那你口水口了女婿是皇帝，这个闲话哪讲呢？唐诗啊，女婿爱打个猪油，当然包他搂他，皇帝呀，那与正义要面子，你想想看，皇帝的上人讲的，那个张面孔把他搂得去，哥哥抬抬到家有根，所以我看啊，这个事体被了皇帝晓得，那哎呀，这个胡闯得大了。
受此人泪白露，天子必要必用意，大义灭亲，谁才转去？事体丑罢，皇帝做好人人，大义灭亲，王此犯法，与市民同仁。哥哥，上人讲的杀，把人家在称赞，皇帝好，大明君，哎，没事情。上人是讲的，还要杀头，好，昏君脸上飞劲，把人才讲厉害，讲厉害，出卖头啥？你出卖头是难呀。那苦浪的补偿，一家人家满门抄斩。对官，那死了应该的冤不生气。我，哎，上人不能女婿杀头呢。哥哥，哎，那么你想想，昏君侬来杀他，师妹心里想也要难过。自家的男人侬也杀他个，你刚刚看师妹后半生死，这个日家里难过。哥哥，哎，搿种侬想想还是小事体嘞。为是小事体了。哎，昏君的脾气，你按当天上。啥个脾气啊？哎哟，名气响得来呱啦啦呱。昏君是他造山，谋私心然归。将来淋雨美人要临秀衣，把师妹抛皮谁不比？到将来他是孤单伶仃，要独死你，哎，昏君到辰光面孔一变，现在这个标致女人，拿师妹旁边嘟嘟，还是客气的啊？不客气，那当着老公，老公里向，不是人过个日家，老公一口啊，简直老公那是我节子。师妹心里想哟，心里想恨，心里想痛，心里想哭。很伤人，很伤人啊！第一个难牙，哪很我咬呢？难啥体要努力去搞不了昏君。我昏君搿种那个脾气，是人才晓得的。哥哥，难不晓得？哦，难么自家想当官长老，努力搞。到搿个辰光，师傅啊，师妹蹲辣冷宫里向日日哭，你辣阴间里向要不离开团皮个。你想想看，你么先辣阴间里在，侬自家辣辣吃苦，你啊熬夜，手举啊不熬夜，是不是？哎，真个苦啊！老夫啥讲？退一万步啊！随手昏君帮忙，帮忙，帮子忙，不侬难杀。你成全国上，师妹成全贵妃，没好吧？没好，有啥好？李居山，男居山，女婿大过上人，要比那大一只了。是该。你看看身体啥人好？是你好还是你好？哎呀，师傅啊，你要死个！为了让你是国人，你死他，你泡汤了。国人空架子，那么你为了让还要师妹得宠了，你国人，一旦师妹失宠，你谁不是国人？你死他，你谁不是国人？
所以啊，哎，我想来想去嘛，也蛮苦恼的啊，还不是啥讲，是吧？哎，眼睛么是倒有个机会，啥个机会啊？搿种机会啊，哎，要有魄力的，哦，啥魄力啊？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有啥个机会呢？还在成讲？功今朝，哎，我做进金山金水难碰不上。哦，哎呦，搿个机会，哎，是啊。哎，昏君是他爱识太花，昏来急，谁才家转然，插翅亦难飞，倒不是得了个西人。送他上西天，你稳稳当当，随好上金殿。师傅啊，你拿昏君杀他，来做皇帝。不是啥讲啊，国上当皇帝清尺度了。对你来讲尤为重要。好，你是国上，还是地心第二代？老里一日把人啪拿那张地方写出来，你没面孔中人。对对对，强盗弄得不吃，杀苦浪头，那个杀苦浪头把那肩胛上已经活里活落。那，你做皇帝，皇帝，哎，做皇帝有这两句闲话呢，听见过？啥闲话啊？神在为王，败在为寇。你现在分成功，你是强盗，你是杀寇。成功做皇帝了，那面南北北，江山才是那个。人人侪要听你发号施令，要看你面色过日家。你考核，别人考核；你不考核，别人不得欧人。嘿嘿，师傅啊，那么你调过头来想想，哎，出身有啥关系？讲他们呢？啊？朱牛长，昏君多来之中，离啥个出身？比那别家好，做官世家，哎，也没啥本事的。做和尚啊，做皇帝的，男人到底一身好本事。山东大郎啥人不晓得呢？这没人晓得那做强盗了，那种本事大家不听了。你该什么点本事？乃做皇帝，匹配啊匹配，哪家为语了？为的啥？师妹也用得上去高本63个人了，用不上噻。你做皇帝，师妹啥个身份？啥个身份呢？师妹公主啊，对，公主，公主不然家。那眼睛张开，多多定定，找一个父母。对，师傅，别看可好啊！实际上啊哈，听得个草莓公子热血沸腾啊！哦哟，千载难逢好机会，我也做皇帝在。一飞我心中，我与西山阡美公。
立下把他人送。本即日也得口美哈，能贵妃我果然，可终究带家来不来吧？夫人这能失聪，还是昏君死特，对我草莓公才是到无头界不离开。那么大夫是眼睛门前找来个七载难逢好机会，写下书为讲啊！为报将来荣耀神，后举杀家在诸王中，现在啥个一个好机会？皇帝随了心房里想，此事不动手，更待后日计呀。这样啊，若是报应，当我手。什么到今中江水，就是我柴米工人日，灵秀凤马接神龙。否谁落用对，七载难逢好机会，不能错过。好徒弟啊，你所言极是。欲成此事，你可要助我为师一臂之力。如果事成，你非但是开国元勋，为师还要将你招为驸马。帮同开心啊！沈公来，沈公来，我一个目的达到了。杀昏君，我报仇雪恨，接下来当驸马。嘿嘿，师傅啊，我当次驸马，你没结婚辰光，皇帝好走。啥体？你做皇帝还不是我来做皇帝啊？到辰光我叫你帮不胜帮，当你不够，你饭中要出去，我饭里向当你包点老居山，嗨，你吃下去啥辰光老掉不晓得。对，今朝来了，伤痛才忘记个人。衣裳扎一扎，鞋子穿一穿，10弄水，马上弄水，不能比辰光变得一长，昏君搭师妹同上各阵，这个为了要得了，师妹要回到我身边来个，
拿东西到旅廊去捉，不来个，到旅廊去捉。师傅到师妹院头，师妹那师傅们里讲的闲话，比我讲的闲话力道足。我讲100句，师妹觉得1句，随好弄反人。所以啊，不到旅廊去，那样子可以拿昏君弄脱。只有一个办法，非要让师妹把昏君扒了一头，拆开来。拆开来时，师妹发了旁边，昏君勾张难免，500人替昏君讨嫌。到这个辰光，昏君死得来咯咯咧咧。师傅上午当了，对那发昏，你想做皇帝，好，你要想做皇帝，昏君不要死。对，师傅石岗上石岗端，马上布置好，2个人分队布置。帮通到里向安排一切，查满公布置人去骗皇帝。啥人去骗？自家身半边的心腹童儿有2个，一个查福，一个查死。查死老实，查福活络，上珠江来的，西个还讲到活州来，叫查福去骗皇帝，那么到底哪行人？要何为继续？